以前，我一个人绑了一台相机，我行入每个的小村小镇，我收集市井小民的影像。10年前，跟我的音乐同好组成教练乐团，学习音乐创作，自己写歌，自己做音乐，从生活与工作中寻求创作灵感。我经不认我的故乡，我要行入我的土地，一起我的热好表情。真的好啊，我考得真的好。你光圈，我喺跳欣赏，我喺劳工样式，我喺正式劇。哦耶！我係音樂創作人，我係嘉年哥師傅，我係李國平，我係一群，我嘅熱好表情。CJ， 你知道保健所在大湖吗？我做不好送到这，有没有办法过关，真是的。哎，到大湖怎么能不去采草莓？现在来到这个地方，你看看那个，这么大一片的草莓园。老师，你之前有没有来过大湖？冇嘞，也像提议师来是嘞。那我们除了去探访劳工啊，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讲旅游嘛。对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去摘草莓，摘草莓哟呀，Go！ 来哟 ，Strawberry field forever。哎，大哥，你喺条尾来摘草莓啊？草莓堆那边。草莓呀，草莓噻。哦，你有采过草莓吗？没有哎，从来没有采过草莓。也是去太湖旁的提示长，应该提示啊，冇乜样就。那这个体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蛮新鲜的。未开始第一把有用别人念了，哎呀，我这是7台第8台了，所以我坡开始中枝坡啦，第二我就停定样接地气。哦，那只草莓黑多黑翻嘞。啊，有总有2万人头哦。 2万人头啊2万人头，青苔哦。也唔会啦，拄好啦，面向就有嘛，就天泽，再来一只咱念到天。太可惜啦。去跳啊，怎么把？也这边用尖刀啊，尖刀啦。变起来了，莫接着配料哦。反正剪，哎呀，你看撞那边，咱拿剪起来做唔得。哎呀，就保护点去吼，又没粘到去啊。哎呀，就好诶。所以现在做得行吗？可以啊，要完全就冇吸混农药的呀。哎，所以呢就怎么样？啊，我老实讲哦，有些人来讲啊，那么镜头啊，挺可惜的，可以再一个吗？这在台湾全省真大的运中，咁嘛讲也太湖讲，佢会出太高啲一种嘅，因为技术方面有嘛，他家也交流嘅，更好。过就讲也气候也有关系啦，常年那个有温度有嘛，也当时好也种植坡嘅。 几下咧阿婆好，俺妈妈哦，哎呀，从后场出来走多一下。哎，我到那个草莓园啊，我就有看到一个阿婆，然后她坐在一个很小的车，那个阿婆啊，
他坐的那台小车子啊，就是在采草莓坐的那台小车子啊，他们都叫它是宾士，草莓园中的宾士，我觉得蛮妙的。阿媽，你幾多歲啊？90歲。90歲啊！真瘦。哦，快唔歲咯。真正幾好。夠啦。做運動啊。係啊。我愛撩的呢吼，做路吧，冇得了哦。哎呦，吼，你可能真是幾好。我看到阿婆，哇，我整个精神就来了。我看她的笑容是很踏实的，很实在的，然后就是很真。这也是我在创作音乐里面，想要找到的一些元素。臭梅优格，来，谢谢，身上，请抢。哦，谢谢自己啊。哦，这可以吃吗？哇，试试看。哇，有口水了。有个搭配我。哇，好新啊！好新。好吃的都是对的。这是什么？吃婆姜。哦。原来都切家用嘛。也较细粒，无都买相唔好诶。啊，最后记得都自家做出来。哦。怎么做它？商业机密哦。我要偷偷问啊。偷偷问。关于有行的慢慢搞。OK。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哦，我们等一下要准备去那个田塔。波庸田塔。哦，你好。哎啦。我就是准备要当波庸。所以泰国我们要准备去下一个地方。那你要出去玩。谢谢。哦，这种。因为我本身是花莲人，所以呢，我常常都会往返花莲和台北。那在这个火车的行进的路途中，左边右边都是山脉，那我常常都会看到天塔。係，即係昆到一個阿片頭，都連神龍啊田都幾好安高。我中間因為我雕塑一樣都一回事誒。包仙人這個工作，其實我自己本身也不太了解他們做什麼。那有這個機會的話，我當然會好奇，想要去了解一下他的工作到底是做什麼，這樣。啊，我係接力啊！就係嗰日照顧下，我舊人因為做哎，冇問題。喺做事啊，做前嚟搬東西。我哋想看到咩？搬東西搞咩 OK。哇，好多工具哦。安全帶。對。安全帶是需要用誒，哈。對。騎上去嗎？我做鬼狠了呢。才安全呢。哦，這樣比較緊。也是安全手哈，拿起來哈，不是。OK。這樣子哈，扣上去掛這一邊。嘿。好。哦。這個雙重保險。也一步哈。一步。也一保險，也有還在保險。雙重保險呐。操。好，做得標好了。做得標好。拿雙茶。標好了哈。開腿。等子呢啦。最重要的。安全梯。哎，大家好。哎，好，往上走。往上走。昨天有没有睡好啊你？有。好。啊，老师你好烦啊。坐。啊，精神很好吧？可以，谢谢。精神不好不能跟我一起去哦。你好。那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要做这个江山大篮，94、95哈，跟数位太高一点多台。今天中午今天那个天时就没啥问题啊，但是讲还天台风的时间了啊，还有带那个风速计水一两块。哦。日本台风的时间呢，我们就不做。台风干你冇安全啊，不问工作不问呀。好。啊，今天也个那个韩国的松树蛋糕读书的吼，还冇固定好吼，就问下，因为电锅个重要吧。故说上台下台时特别注意身体要固定好来，安全来。故说人家个最重要是什么？啊，固定踏好，固定踏好。固定踏好，要一次念3、4次。3次。哦。然后就更注意啊，
工作平安好，工作平安好，好，出发了。因为喊的那3声哦，其实还蛮严肃的，对他们来讲像吃饭，每天出去的时候就会例行公事做这件事情。但是我相信他们在开始出发工作的时候，那个脑子啊，无意识一定会想到维安的这个部分。腿。哦，盘中吃饭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哦，好，好，出发啦！哦，你还准备出发喽？好，出发啦！跟着钟大哥啊，还有班长他们一起上山的时候，我发现哇，他们生龙活虎的。那反而我爬的时候，我就是腿力真的不是很够，对啊。那而且我们又穿那个雨鞋，我从来没有穿过雨鞋爬山的。好，休息一下啊。你们在这边这样子走，会不会遇到什么小动物啊？每天啊，每天哦。嘿啦，每天也那个山猪啦，也都每天看得到。山猪哦。哎，那你有没有看过什么你觉得很危险的动物啊？比如蛇啊啥的？有啊，要注意啊，这眼观四方啊，耳听八方啊，目睭要看啊，目睭爱看哦。那不然头青青的跟行，那不行啊。你也做对了，做对吗？哦，好，继续。你不要有讲喺上嘅人工翻工，有某個工作做本你北上要做存錢，不一樣例子。從來冇想過北上要做存錢嘅事情。真是冇嚟想過，就所謂真是冇想北上比較工作。以前北上都比較做某東西，不用扛上。而家又不用要工作嘅人，就應該要實上嘅。剛剛用嘅嘅實上嘅嘛是一種。都要講，有夢想工作，一定要可以很愛還想做的事情來做。我多了，面前也得也变出来，有看到头那大个天线冇？兩位哦，天線，嘿，你看到啊？班長，怎麼解你記收條啊？哦，也個數嘅哦，也佢貼過咧，安全嘅距離唔拉咧。哦，安全嘅距離。不在也預防性嘅提貼佢。好。哦，也松天怎麼安全？哦。有看到天線冇？有看到。五線圖嘛。哎，天線。啊，老爺數嘅差幾多哎？他要這麼6、7米樣哎。6、7米，故說6、7米呢就差唔多，多差唔多嘞。哎呀，之前呢吼，也全部些就全部就也梯組也都全部就有調查好了，也全部統一。有調查。哎，也全部做些 OK，就做的吃這邊的。哦，這邊的樹也是都是私人的地。哎，也是也提倡。哦。對外啦，對外也梯組啦，也個工廠方面也都吼，過路的路權啦。哦，當然咧，書啊，經過人了解，補償也都家私啦，也都會問題較多嘅，所以公關要做以後啊。好，安尼就台加起來再做些咧。哦，好，哦，你要裝安全嚟啊。哦，所以說冇問題啊。冇問題。也有中心上先上去示範，要多分開。哦，好。哎，哦，先從菜鳥後面看。這條海，好，唔是去找。小時候有就是那種小樹哦，在那邊玩啊，像這種那種很大的那種大樹啊，你要爬這麼高的地方，我還第一次。要上台啊，避開
唔可以搖哈。唔可以搖嘿對啊啊，我擺同那個要冰蛋哈。一穩，嘿，你上要兩米高都差不多愛安全帶啦。安全帶嘿嘿哦。安全帶先掛起來才安全。先掛到另外一個樹枝啦。啊，佢佢做樹拍而且人睇看有做樹拍，咁會得拍得過。哎，好。这些小马都按落下白树的，唔系说是爬树的，有件什事情伊啊，变按落的还在白树的。坐站安全嘢哈，安全帶咱可以跟你晒尾啊。哦，好像泰山哦。哦，所以就是要一直就是爬上去锁一下，然后再爬上去的时候再锁到上面去，才会越爬越高的。他爬得蛮高的，就是我看到的时候，有时候也会想到说，如果假如今天是我爸爸吼，我应该会很担心你。右邊嘅先，一片線啊嗬，喺上面下哦。做世界後呢，望住一看蛋糕哈，蛋糕東西會跌下來，跌下來，啊注意，啊注意啦，蛋糕，哎呀，數一下啦哈。哦做板書嘅啫喎，啊，板樹也好，要安全帶掛也好，實在都唔理想啊，唔理想嘅中間哈，一晒尾啊。而家佢好穩哦。嗰樣你以往係坐的原來會重心唔穩啊。這個很大學問。因為我這邊一隻樹，因為起模糊些樹板的呀哈，古樹一隻安全。哎呀，一夾機了哈，啊沒有關係。啊，哦，阿哥就跟江破人一樣。咩呀？哈，因為我也一邊慢慢下，機也都切到誒，一樣係啲機哈，但是直接就下，哦，直接下了，哦。哦，好啦，一條安尼都做得咧。台哪個啦？所以係多數也好，少數米也好，哈，2班你帶班嘛，3個帶班嘛，哦，愛做嘅重件嘅事嚟講，較危險嘅，哦，愛看到一定有危險嘅，要堅持。因為講有危險嘅，而講到清楚俾地方有危險，做唔得嚟做，一定要用安全嘅方式。而家安全嚟掛階梯嘛，我看安全一下吼，啊。我下嘅時會危險咩？講講我人昂人寬啊，啊樹哪都一條綁帶咧，綁帶，你等於講安全帶喎，但下去可以手都綁一條，對吧？哦，而家樹都可以綁帶啦，你冇事。你講台那個牆啊，這我都佢哋把一下都把樹嘅當行業，要真功夫咧，一是講唔係好上個堂嘅啦。我真的很想鼓掌呢。我也冇鼓掌，也變鼓掌。好，而家開始咯，我係上衣機拍。好，啊，沒有上衣架哈，上衣架，注意安全帶一定要掛好來。哦，掛回來。好，上衣。好，很高興認識你。Nice to meet you 啊。哎，注意下嚟。好，慢慢嚟。哦。板條台冇板書嘅。板條台，哦。板條台冇板書，係。啊。OK。往後躺，往後躺。哎呦，反正對，按對。好。其實我躺下去的時候，那一刻我有點緊張。老實講，我還大叫過。好，耶！人生第一次鋸樹哦，就在這個地方，華盛頓豆櫻桃樹啊，這裡有1種子。我種太過機對強數用嚟，係機械對困難用嚟。技術問題。技術誒，技術問題。平一衝一支機嘅你。冇人改呵，冇人容易呵。哎呀，我喺度看到出嚟出汗咯。哦，你做真很辛苦啊！呀，那個無人機啊，那個山東技術那個蠻嚴謹哦，所以我不完全無人了解。我看個中大個機很好些哦。哎呀，要不差很多咯。喂到，聲音啊！我鴉片啊！喂到啊，聲音啊！ OK。
再见了，哇！好，小心，慢慢的，你也不要了。好了一个，好了一个安全带贴标的， ，OK，慢慢的啊。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哦，要帮你鼓掌吗？我问人真是够辛苦嘞。差不多3年5年就会击败啊，输的会睇，天蝎唔会考。你会漏啊？你会漏啊？对对，你会漏哎，错，不错呀，所有嘅线下就会当注意。这差很辛苦的工程师嘞。哎，这无人啲啊，啊，紧啲的啊。啊啲。一種係攝相嘅佢同行嘅啥那個重要。我一種相片，而且佢就是看到班長有班長嘅，想講拍頭啦，個拍頭有幾把鐵黑方面講唔係幾好事啦。我講佢班長有佢班長嘅樣式拍頭。而家佢同人講話佢就有啲角突然就我一條攝到呢，沒有睇過。同行嗰個重要的，所以就只是我個人當時做啲這個時間留意用當下用一剎那。啊，因為寫咗也顧住嘅啊，做人都實在以後看也講嘛，然後老誒，哎呦，大都市嘅呢，強嘛，哇，哎，以往就帶你過筍線路。哎呀，哦，夠有意思哦。啊。对，你先走，你举东西。我跌到了，我保护。总在讲，金马安江呢，你几家种的哦？哎，几家种啊？哦一開始誒40斤嘅種多一下，種我差唔多有1-2千斤啊，3兩。 2000斤啊！因為咁啊嚇，冇食藥嘅嚇，佢有結石啦，呀，哦，啊，真，有一點甜甜的。嘿，你冇啦，咁啊冇甜嘅啦。哦，我有個過哦，那咪甜姜啊！总代哥要怎么样看这个姜是比較好的姜？一咁嘛，佢一出嚟都一個黏唔好軟啦，哎，沒哦，有，不會軟呐，不會軟。過嚟講你大部分都跟你是講用樹起碼也都嘛，看唔到乜溜皮啊，要水清啊，個後去上醬啊，呀，哦，真，總共啊用乜解工具啊？用嗰個腳頭都三四個啦，腳頭腳頭啦，個刀嘅啦，架子嘅啦，家己的刀的竹條，主要係有年紀啦，有年紀。係有比較貴，有年我有，所以等下睇下呢個講埋講下旅行啊，哎，好哎。你好女啊，大嫂你好，哎呀，裝，這草原，也都係平常時間你鏡頭中到啲素養啊你，哦嚟哦，大部分都講發揚一度啊你啦，哦，總代哥行清叫啊你，哎呀，這基本上係啦，哦，古早啲啊，九田很神秘哦，你到位啊？日都喺講話咧，叫嘛？講嘛，叫嘛咧？冇看到講嘛，我一個。哦，日做得，做地圖我跪起來，沒有炸嘅。跪起來。哎，哦，我第一次採薑了，而且我也第一次才知道說，原來薑是在土裡頭的，就是整個埋得很深這樣。你之前不知道姜是在土里頭？不太知道，這樣會不會很笨啊？
示范一次啊！好是啊，那哦要下去了啊，要有力量啦。下去一提就上来了。 OK， 啊，要呢，无迄种安尼哈，规都按吼，很明整齐的啦。哦 OK， 哦，要去讲迄个讲，有那个讲话，换我再试一次。哎，哦，请胎呢？嘿呀，佢睇咧，请胎呢？你真个好强诶！哎呀，还做得了，好强啊还做得了。哇第一次挖也江还强对嘛？强啊！因为姜母鸭店这个他最喜欢这个啊。罗强同自没有自强用我用本啊。志勇呢，就是这个是爸爸，这个是儿子啊。好，多少年？哎呀，再下来的话，如果到明年这又再出来变孙子啦。4代就同堂了。三代了，这是第1代的，这个第2代嘛。老师有挖过姜吗？從來冇話過。你喜歡姜嗎？講好，即係我煮菜，煮湯某東西係煮東西嘅都一定會用不到薑，所以薑都係佢親切。因为它姜是让它直的生长下去，所以你要挖，可能要沿着那个长出来的枝周围去挖，你不能直接正中下怀嘛，不然的话那个整个姜会被锄头弄断掉。是不敢直接啊！哦，哎，杰里，我帮你拍一张。杰里，你站好，不是站好。来，哎，像个样子来，1、2、3，1、2。赞啊！呀！现在这个时候，好像我们是要来看一下樊仲他平常在私底下工作之余的生活。哦，樊仲，哎呀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吃饱了？哎，有。吃饱。今天这个工作会辛苦吗？当然没有问题啊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平常就晚上就是到我们这个老师这边来，这边拉拉胡琴。好，我们到里面，好，里面请啊。齐先生，谢老师。一开始我以为啊，是我们跟樊仲跟樊仲的老师，我们3个人在那边聊聊二胡啊，然后弹吉他，然后就没想到门一打开，超多其他的台狗台记。你会什么歌？这里面的歌你都会？我好像只会奇异恩典呐。奇异恩典。一整个慌了，你知道？因为其实我虽然是创作歌手，可是很少去练习其他的 copy 歌啊。就是突然你要我看那个谱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结果他们说一起合奏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我说好，硬着头皮去。然后他们在拉二胡的时候，我一直在那边抓那个和弦，他说怎么都抓不到，就是被二胡拦胡了。奇异恩典才弹完一个 A4 而已哦。他说好，来再下一首，来再下一首，来再下一首。我没有一首歌会的，而且都很简单的那种感觉，有点受挫啊。对，还有大家泰国大吉给我一个机会啊，让我好好的表现一下，让我唱一下今天低苏 A 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分享给他们听这样。寒山过了航路旁，这首歌是我的旧歌啦，自己发了一张专辑，就叫《学你那样》，就是比较朴实啊、简单的快乐。那我觉得他们有给我这种感觉，就是在工作上面他们的生活啊，就是人家讲的说，在一种平凡的生活、单纯的生活里头，没有什么很大的烦恼，不会像在都市里工作
会有比较多复杂的思想，人变得比较冷淡，他们比较热情。那我觉得他们有给我这种感觉。那样简单的快乐，像个孩子，调皮又漂亮。掌声鼓励。一半客家话，一半中文。哇，老师，你这个风景很强哦。哎呦，也是碰到鲤鱼潭。鲤鱼潭嘛，哎，有看到叫亮旗嘛？嘿，叫亮的啊？嘿，亮旗啊。啊，听说爱来北个东西诶。对，我们是不是要从这个地方走到另外那个地方的那个天堂？安尼，安尼啊，对，是安尼，是安尼。哦，安尼，没有啊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哎呀，经过呀白宫吼，从白宫打下招呼哦，大招呼哎呀，哦，白宫啊，国父，今天工作顺利啊，工作顺利，大家平安顺利。平安不好。观众有没有用？哦，压住啊那个吼奶吼耦下来咧，耦下来。你有看到天线的蛋糕嘛？哦，你看到啊？哎，天线的蛋糕你应该去台北基础就冇经验咧。哦，也很多特别注意了哈，也奶油捞下来，顺时间再特别注意个哦，也有安尼问题哦。那较检贴台北市线有嘛问题？班长这个路要你们处理吗？也踢出去搞不处理。踢出去搞，天力公司冇的。天力公司不是消防队啊哈。比消防队还消防队。感觉蛮妙的。台风来，唔讲风，请讲嘛，请讲落雨，落雨了哪会鸟睇？贵家个乌走去，贵路嘅行得用爬到现场一个，全部都蓝蓝，非常辛苦一个。安尼个吼，冇人做个地讲冇田咧，唔地讲做嘛多那个问题。会多了，你迷失马场不会多哎，哎呀！看到天线是多哎，天线从啥哪都看到呀？按新股行业一节的哈，今日来就会损失人家那个线路哦。像这个电塔哦，他们虽然都已经架设好在那边，我们现场去看好像没什么事，但是因为我们只不过检查2个电塔而已，对他们来讲，电塔这么多，损失线路啊哈，那个公司啊，也有一套个云端的规片啊哈，拿来都要现场哦，来了，提早要注意嘛个。回线牌、号码牌还有警示牌，有看到吗？可以做到线牌、号码牌、警示牌哦。好，全部好，没问题。OK。还有那个塔杆的基础。要40脚，有点太嘛啊，有变态嘛啊。韩國要對呢下，要點點同點，睇咩唔記幾把東西。要得。A B C D 哎对，基礎有快點嘛。好，沒問題。OK。还有铁塔构件，看有没有变形。要貼的有嘛？嘿，cái平呢，老頂呢，要拱起來凹起來，凹起變形。哦，有嘛？冇變形哦。变形黑啦。確認再確認的那樣。都我釀出來這麼東西喏，要英國要注意的事情啦。迄啦，除了釀出來結果上端呢。好來，過來。地線、導線。輕那個嘅。
跟T线，T 线，哎，有冇？嘿，好，冇问题，OK。没问题还有。爱子连含铁器，爱子，过来就肥的那个铁器，哇，你咪看得到咩？啊，看得到啊清清楚楚啊，当好啊。冇难题啦，冇难题。好，OK，好，好过来。线下旁竹木，也做上一单我看，上一段时间呢哈，最重要什么东西哈？这买改东西啊，防坠器，防坠器。哎，今天是爬这个塔是悬式哈，哦两边都有电，哦，天哪！哎中条线啊，两边有电，所以说爬的看得到树木的高度为准啊，还要看这个内土要打一打，里面会藏那个蛇，还有个蜜蜂啊，哦，种草的。因为上去一动，那蜜蜂会跑出来，你又被绑住了，你就跑不掉，就一定要往下，要小心那个问题。现在我开始爬了哈。哦，这个是已经上来这顶着。哦，那现在上去就是看我们的线下对，看线下树木长多高，不然我们怎么样去计数？就是巡视过后，这没问题的，有问题我们要处理，没问题就没问题嘛。这树距离还够啊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就下来了吧。好，谢谢。如果真的有机会可以让我爬的话，我还真想爬上去看看那个外面的天空这样子。暗沟，我真的很想上去了。对，技术是真的，要这个才能爬。哦，技术师证啊，要有这个技术师证哦，我们才能够爬到2尺以上，2公尺以上。用工厂，用工厂你收了，安全做好了吼，就冇问题啊。每个按过就冇样，冇样嘛让啊去，也冇样被客户睇，就冇事情啦。咁冇嗌就全城2000人300條做，冇嘛事情啊。大家就工作就規矩做，唔好講偷工減料個哦，2步做1步走，咁一定會出問題啊。那安全做咧吼，絕對冇問題。安全帶穿過去，一樣穿安全帶。安全帶好，用力去，啊穿落去，啊穿落去哦，入去，下梯。有没有？哇！好了，我们只能爬到2公尺左右了。其实我当时的那个心情，我是很想再往上爬。我6米6米啊！啊，做得，練習啊，你就做。練習啊！好了。其实我一开始啊，遇到 CJ 老师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说，有些事情他可能很不敢做。结果我发现哦，他其实蛮敢做的。其实我发现他爬那个天塔，他其实也很想要爬上去啦。哇，胆子比我大。各位师兄，本来想拔个博一些。三用按过北上我查又查个你市场公差100公差行，根本冇查啦，就用100公差很好的。啊，吃饭怎么办啊？如果是中午的话，中午的话就黑狗南食猪地蛋果吃啦。拿上一蛋狗吃啊？哎呀，有同桌台上一蛋狗吃啦。樊总，那你第一次爬的时候感觉是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啊，700階段咧，啊，你階段咧叻定，唔敢。對我嚟講，有啲工作係你可以每樣嘅事情，係相信也唔好講，啊，我好推動呢件事情，唔好推講嘅事情，係你個根本上好事做好事，壞事給他更安定用嘅上。寧願皮胸的事情，一天出去啊，一天10只，挑10只左右。哦，这样子走10只，对啊，那1个月走得完吗？300多只。啊，每个人负责放单，每个人1个人走10只，3个人就30只啊，4个人4只啊，走完了。走得完哦。啊，但是要完全做这个工作了，其他工作都不用讲。这样是不是就是工作的话够啊？对啊，人力是不是不够这样？
算不够。对我们这个很好的建议，我们反映我们公司能力不够，没错。能力不够哈。像我一般带20个都轻松啊，一人看一只，哎，你去那里，OK。10天就来了3、4个人而已。10天解决可以看得很清楚啦，很多仔细看。人越多的工作量会不会delay到了？這個限時限節，如果正常嘅做皮膚好了，就上一可以接了，可能哦，冇問題就繼續，它也不會動作。可能注意下那個損失度有好冇，那條路行得冇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哈，老师要小心的。OK， 好，谢谢。你都明样的行爽很好呗。我每次看到个天塌皮山峰啊，天球的我见，哦，变多人用。总因为这面个天头安过安从个天气用棒啊安吃安等，你的腿崩了，就嘛一来有体验啊用的天气不是蛮好的用东西啊，就会用到。就他们这多年，肉体都被变成都会文逆如天，同我像在茶模一样的，就真是不辛苦，不感动，不感谢。哦，班总，你要爱子看起来无够用哦。哎，前锤型啊，功能上嘛，功能中央啊，机啊较臭嘛，体型较高啊，设计无中央，也咩个辛苦呢？大概来也咩无人的，就是按两啥地的呢？来，唔怕嘅，前面播出全部有底嘅，啊，全部有底嘅。全部人的是佢还是无清了解啊。用不按用咯，人家一做嘛，该按闭上闭下点点啊。哦，哎，还得搞唔清楚啊。不说哦，专业不该用天咯，哎，要感恩的心啊。要爱哦，都感谢人咯。哦，嘿，这唔感谢还没感谢人咯，冇用天还冇薪水好听哦。你讲马戏团。感谢哦。还看到大家做有服店哦，心肝啊，做吃到啊。安尼有点安尼成就感，安尼点讲哦。虽然佢冇讲当感谢，即个可能也做得真欢喜啦。其他冇嘛个啊，散弹讲一记过一记，一散过一散，冇呢啲啊。哦，注意哦哈，马嘅啊，用个下衣啊。哦，要搬好来啊。班总要小心哦。好。攀山过梁。一步一扣赢啊，辛苦莫人敌。我是蛮有感觉的，就是有一些人默默在背后做事情啊，其实一般人是没有看得到的这种。这样比用我行用好。哟，哎呀，哦，要水黑钢厂。要水底的。哦，哇，这么高，天哪！我吃块那样低。其实我们那一天只是，经过2个电塔的距离，因为我听说他们那个电塔很多，每一个都要安排一些路线，然后这样子沿着那个山林线嘛，这样一直走过去，要一起去视察。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还蛮辛苦的，不过看他们的那个脚劲都很够，尤其是像那个班长，他的脸色气色也很好，哇，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工作也是蛮让他们会感到健康的。今日嘅损失哦，也揭得了哦，都要做结束了哦，下家咧上茶咧，哦，你好，可以吃饭了啊，辛苦啊哈，狗咪翻係得啦，係用人咯，辛苦，啊，我真係夠生，謝謝班總，謝謝班總啊，謝謝鍾大哥。好咧，下山咧，哎，老貴啊，喂，下班嚟咯，下班。我個好有個拖拉庫，
这种茶也吃quite好，因为这种真是最普茶一种。我看到佢我等都看到佢没有泰国的，起啊啲夾表嘅唔好痛，都真正唔好痛，都起啊嘢都好嘅，而網邊我都行先。因為佢你上嗰個竅東西。呀，按辛苦各位看那个讲法哈，大家就做个解救了是啦。那搬到来走，来，走。走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姜真太哦。哎呀，这样子。来咯。来。最近有一些事情发生，进来身上我冇过现的事情啦。不过看到两阿哥，我哋过年咧做事的事情，这有啲事情会，某个事情会赶死，某个事情会变下来。有啲两年身上有好多东西，因为是看到魔枪64年了嘞，我第一次认识就按这个故事是可以。弄给养婚，对不？我最近也是有感觉到我整个人啊，就是有时候在做事情的时候比较不太会去跟人家分享。我看到班仲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走在这个山路的时候，他会直接拉过来说：“哦，这个地方是怎样？哦，那个地方是怎样？啊，你要注意什么？”反而都是我在那边。对，这个是很讨厌的，应该是看到什么事情，要再更认真的学习。哇！这段对俺条路打10分，大概条路俺哋打9分。Let it go.